唐朝画圣吴道子，唐朝画圣吴道子画的观世音菩萨像，这是透刻的，可能是画在那个碑石，画的刻在石碑，石碑可能有裂痕，这个是透刻、透印啊，用那个棉布包着棉花嘛，沾那个墨水，然后在石板上，在那个碑石板上拍打，可以透印。哦，这个脸跟脚那个要怎么画呢？透印出来的，很庄严，很庄严。唐朝吴道子画的。唐吴道子做的，你看那个字就是写唐吴道子，历史在林落山，画的那刻在石碑上，历史林落山的石碑上，就是这个会有这个作品，就是透印，布包着那个棉花沾墨水，然后在石碑上拍打。显示出那个图案出来，这个叫开透的透印叫拓印，雕刻印章那个印拓印。画圣吴道子画观世音菩萨像，唐朝观世音菩萨是男人呢，男人像呢，唐朝观世音菩萨像是男人像呢。到了宋朝才是女人像呢。民间上书说是得到瑶池金母允许，然后他化成女性来度那个女众。因为宋朝的女生绑小脚，缠足啊，外出活动比较少，那都在家里面啊，室内。观世音菩萨慈悲要度女众，要化成女众。